心態。係錢作怪定係心理變態？點去理解？至今到個社會越變越壞，學生越變越怪，喺班房邊嗨邊將毒品販賣。但正所謂有價無類，偏偏有敗類當學生係攝肉工具。當佢嘅身材係生財工具，每當佢想抗拒，黑幫點會放佢？睇中你無知，貪慕虛榮，成長喺單親家庭，氹兩氹俾啲甜頭，你就乜都應承。出賣肉體，為咗條仔，吸食毒品，搞到人似人鬼唔似鬼。啲靚仔連群結黨，以為好威，揾個大佬跟，咁先